睇完上一集嘅單位開箱，係咪好羨慕呢？住喺呢度，好處點知係個單位。事隔9年，聯和墟迎來全新私人住宅項目北影匯。大廈以落地玻璃設計，成為區內新地標。基座除咗有商場帶嚟新氣象之外，仲有一個唔可以錯過嘅部分，就係呢個型格會所 Club Nexus。成個住客會所總共有2層，今集就等我帶大家上去直擊一下啦。上到嚟呢個空中花園呢，超多嘅綠化空間同埋自然光，咁當然重點就係呢個 BBQ area 啦。叫埋一班朋友過嚟一齊超下，都咪話唔寫意啊！呢度就係2樓嘅星影匯空中花園，超多綠化空間同天然光，令大家可以體驗大自然嘅環境。而另一重點必定係呢個天際燒烤會，夜晚約齊朋友喺度 BBQ， 真係成個感覺即刻唔同晒。行入室內又會有咩玩呢？呢個就係躍動健身室 The Nexus Gym， 落地玻璃對住景觀做 gym， 動力即時加滿。另外仲有協議空間可以俾住客用作共享工作，氣氛夠晒 relax。由靜態 relax 到動態聚會全部搞掂，住喺度唔只係有個屋企，直頭成個生活都 upgrade 埋。你最想試會所邊個設施？不如聯絡前線同事了解放盤情況啦。